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咧，一連2日喺尖沙咀海濱呢度上演啦。今年咧就有12個唔同國家及地區嘅參賽者係嚟到參加比賽啦。另外仲新增咗呢個中學生錦標賽同埋呢個紀律部隊錦標賽啊。加上2日都天公造美，天氣係非常之好，睇比賽都睇得非常之清楚，所以要即刻帶大家去睇下比賽嘅情況先啦。中學組錦標賽暨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盾，總共2個回合嘅賽事嘅。第一回合，香港航海學校以2分05秒大幅拋離對手衝線，拎到6分。第二位嘅惠僑英文中學拎到4分，而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係以第3名完成，都有3分進帳。第二回合賽事開始啦，一起步第3線同第5線呢係有少少優勢㗎。頭段4支隊伍都可以話係叮當碼頭。第4線嘅香港航海學校呢開始做深蛙啦，中後段更加係有加到力㗎，幾乎係領先住1個龍舟，以2分02秒首名衝線，再拎多5分嘅佢哋，亦都順利奪得冠軍。其實好多謝全部隊友同埋學校啦，有學校好多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行到今日呢一步嘅。呢一刻嘅心情咧，就覺得其實原來我哋之前咁辛苦嗰啲訓練咧，都係值得嘅，可以攞翻個獎杯，攞翻個獎牌翻去，我哋都好開心。甚至可以放鬆喺前排。